双脚在空中做一次漂亮的旋转，要多久时间？是0.8秒，再加上4380个日出日落。运用在地食材，展现道地风味，是客家菜最引以为傲的。我要把客家菜登上国际舞台。你读书人不要回来了，村里的人都这样说，但我还是回来了，因为我心中最美的山林在南庄。